来这个是政治评论员朱学恒，昨到台北地检署，主动来告发家己，甲台北市议员蒋派军甲性骚扰。表面上看起来，那像是咧承担责任，但是律师出身的台北市议员苗鹏雅是分析到朱学恒背后的意义，其实是甲重点放伫咧未来可能发生的法律的攻防，目的是要爱蒋派军负担到全部基情的责任。因为刑事起诉的标准真悬，有可能会得到无起诉的处分。苗品雅痛骂着朱学恒，公然来损人着法律的文字，对被害人来讲是第二界的伤害。伊讲这款恶质的手法，若是无人点破，未来加害者老拢对你安尼做，安尼被害人一定是更加惊恐。朱学恒今天早上的行为，只是再一次的向大家证明他毫无悔改之意。公开扣政治评论员性骚扰了后，头一摆出现的台北市议员蒋派军，没做唔到代志的朱学恒，竟然个大动作去地检署主动告家己。如果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，曾经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，那么他早在还可以有法律效力的时候就会去自首，而不是在现在动用司法资源、浪费司法资源来博取媒体的眼光。对朱学恒行为是感觉真笑亏，会互外界叫是伊勇敢承担责任。不过讲真实的，若别个人亲像做过律师的议员苗博雅，就来出面骂朱学恒。钟佩君必须负起举证的责任，要把所有的证据提出来交给检察官，而且还要在侦查庭上再一次的重复的诉说了自己的受害经验。而对于朱学恒方而言呢，他未来在侦查中，他甚至还可以继续的否认自己的犯行。苗鹏雅讲朱学恒告家己，若是水师讲做骗杂戏，欺骗社会，佮用心算计，第二摆伤害受害者的傲气，我都惊做无权着。其实检察官要起诉的门槛是蛮高的，在刑事诉讼法上是说要足认有犯罪的嫌疑才可以起诉。所以未来如果说遇到在法律上举证不足的情形，甚至朱学恒还可以得到一个不起诉处分的大礼。所以我认为其实他这样子做，用心是非常的险恶。就惊伊的手法，若无人看出，对互真侪人拢会想要来学习。毕业者一定会去惊吓，互有看有的人爱替唔敢发声的人站出来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